第15章，迄时有法利赛人甲文士对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讲：你的学生为什么犯古早人的遗传呢？因为食饭的时阵，因无洗手。耶稣因讲：恁为什么？因为恁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？上帝讲：着孝敬父母，搁讲咒骂父母的，的确治死伊。恁反倒讲，无论什么人对父母讲，我所着奉予你的，已经做了贡献，因就通毋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恁借着遗传会上帝的诫命。阿摩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恁讲的预言是无错的。因讲，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因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示人，所以拜我也是空空。耶稣就叫众人来，对因讲：恁要听，也着明白，入喙的袂话有话人，出喙的才会拍拉三人。当时学生进前来对伊讲：法利赛人听见这个话不服，你知嘛？耶稣因讲：凡那栽种的物，若毋是我天父栽种的，的确要飞出来，出在因吧。因是青梅带露的，若是青梅带青梅，两个人拢要跋伫坑内。彼得对耶稣讲：请将这个譬喻讲互阮听。耶稣讲：恁到如今还未明白嘛？敢毋知凡那入喙的，是运到腹肚内，搁落伫厕所的内面嘛？独独出喙的，是对心内发出来，这才会拍拉三人。因为对心内发出来，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窃、懒散的见证、诽谤，这拢是拍拉三人。到伫无洗手食饭，迄却袂话拍拉三人。耶稣离开迄位，退到吹罗西顿的境内去。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对迄位出来，话着讲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的查某囝互鬼附到真艰苦。耶稣却一句话无应。学生进前来求伊讲：这个妇人人伫咱后面发叫，请找伊行吧。耶稣讲：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买食的羊迄位去。迄个妇人人来拜伊讲：主啊，帮助我。伊应讲：毋通摕囝儿的饼血互狗食。妇人人讲：主啊，无错，总是狗也食伊主人桌顶加捞落来的烂山呢。耶稣讲：妇人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爱，甲你成全。对迄时阵，伊的查某囝就好啦。耶稣离开迄所在，来到瓦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落。有真侪人到伊迄位，带着摆开的、青面的、下狗的、有破相的，甲一款别款的病人，拢下伫伊骹前，伊就医好因。甚至众人拢稀奇，因为看见下狗的讲话，破相的好，摆开的会行，青面看见
因就归荣耀互以色列的上帝。耶稣叫学生来，讲：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因甲我伫遮已经3日，也无食，我毋愿意互因枵倒去，行了伫路顶野先。学生讲：咱伫遮是旷野，倒落有遮侪的饼，互遮侪人食饱呢？耶稣讲：恁有偌侪饼？因讲：有7个，阁有几尾的细尾鱼。伊就吩咐众人坐伫地上，摕这7个饼甲几尾鱼，祝谢了，掰开分互学生，学生阁分互众人，众人拢食，并且食饱，收曲剩落的烂喙，装满7个筐。食的人，除妇人人、囡仔，共有4000。耶稣互众人散去，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